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民数记16章第1节到19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改变。契约合约为的是要确保签约的双方不会改变当时候的约定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片面违背约定、解约、随意改变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。特别我们看到在政治上、在婚姻上的例子非常的多。人们经常会将只要我喜欢，或者是说只要我不喜欢，就可以后悔，就可以毁约。上帝的本质却不是这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永不改变。也因此，上帝就呼召并差遣摩西回到埃及去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为奴之地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先降服在上帝的底下，并且服侍众人。民数记16章第1节到19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图属于利未支族的哥哥哥辖的宗族，他背叛了摩西，他跟同伙的有吕便支族以及以利亚的2个儿子大丹和亚比兰，以及比勒的儿子安。他们另外还有250名由会众选出来的有名望的领袖，他们集合在摩西和亚伦面前。他们说：你们太过分了，全体会众都是属于上主的，上主与我们大家同在，你们为什么要高抬自己，高过上主的会众呢？摩西听见这话，就俯伏在地上祷告，然后他对可拉和跟随他的人说：明天早上，上主要指示我们，谁是属他的，谁要叫属于他的人，就是他所拣选的，在祭坛接近他。明天早上，你和你跟随的人要带着香炉，里面装火炭和香，把他们带到祭坛前面来。然后我们看，我们当中谁是上主所拣选的？这些利未人才是真是太过分了。摩西继续对可拉说：你们这些利未人，听着，以色列的上帝把你们从其余的会众当中分别出来，使你们能接近他，在上主的圣幕工作，并且牧养和服务会众。你们认为这是小事吗？他赐给你们和其他的利未人这份光荣，你们还想得祭司的职位吗？你们埋怨亚伦，其实你们和你们的同党是在背叛上主。摩西差人去召大丹和亚比兰，可是他们说：我们不去，你领我们离开肥沃的埃及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还要做主管辖我们吗？你并没有领我们到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，也没有给我们田地和葡萄园做我们的产业，你是在欺骗我们，我们不去。摩西非常生气，他就对上主说：求你不要接受这些人的祭物，我没有对不起他们，连他们的一批的小驴都没有取过。摩西对可拉说：明天你和250个跟随你的人都到上主的圣幕来，亚伦也要在那里。
你们每人要带自己的香炉，里面盛着香，把它供在祭坛上。于是他们每人带着香炉，里面盛着火炭和香，跟摩西和亚伦一样，站在圣幕的门口。可拉聚集全体会众的圣幕门口，面对着摩西和亚伦的站着。忽然上主的荣光向全体会众显现。是的，基督徒呢，应当要经常思念上帝的恩典和他带领的保守，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。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第17节这样说道：你们要纪念从前带你们向你们传上帝信息的人，回想他们生前怎样生活，怎样死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耶稣基督昨天、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不要让各种怪异的学说把你们引入歧途，应该在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健全你们的心，不要依靠食物的规律，依靠那些规律的人并没有得到帮助。在圣幕里侍奉的犹太祭司没有权吃我们祭坛上的祭物。犹太大祭司把生祭的血带进了至圣所，把它当作赎罪的祭物献上。牲畜的身体却在营外焚烧，因此耶稣也死在城外，为要用自己的血去洁净人间的罪。那么我们就应该到营外去找他，分担他所受的凌辱。在地上我们没有永久的城，是我们在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该凭借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，献给上帝，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宣认他的名，不可忘记行善和帮助别人，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欢的。要服从带领你们的人，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常常看顾你们的灵魂，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上帝交账。你们听从他们，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工作，否则他们会灰心，这对你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经文说到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，都是一样的。他不但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上帝，他更是永远不改变的主，是我们坚定的依靠。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从耶西的残干上要抽出嫩芽，有一位新生王要从他的后代兴起，他上主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，赐给他智慧、聪明，赐给他谋略、能力，赐给他知识和敬畏上主的心。敬畏上主是他的喜乐，他不凭借外貌审判，他不靠风闻断案，他要以公道维护穷人，他要保障孤苦无依者的权益，他要下令惩罚罪人，他要处死邪恶的人，他要以正义治理，他要以信实施政。豺狼和绵羊将和平相处，豹子和小羊要一起躺卧，小牛和幼狮要一起吃奶，小孩将看管他们，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，小牛和小熊一起躺卧，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要在毒蛇的洞口玩耍。
断奶的孩子伸手在毒蛇的穴内也不受伤害。在锡安上帝的圣山上，没有伤害，也没有邪恶。正如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充满了对上帝的认识。恳求真爱的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生命的见证，愿意帮助人，使人得益处，更愿意如同耶稣基督一样，不改变我们起初的爱心。荣神益人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